两个搁好意思喊我一声阿母兄啊！恁两个看起来比我搁较老啦。我先讲哦，生恁两个，也毋过你看我身材腰酸内仆，尻川定扣，搁叫我洗衫洗嘛无问题啦。你啦，今年20岁啊，你看，徛起来，互大家看卖啊！嘿，你啥物身材啦？要胸口无胸口，要尻川无尻川啦。我是无买物件互你食是无？有啦。啊，你来拢歹食，你想食去倒位去？食去大只遐去啦。当个薄板咯，人看起来较刻薄，你知影无？你拢凹落去啊，食较济啦，济落啦。为山，为水，为林龙，欢迎节目主持人龚恰恰。我声唔茫停，代表本节目受欢迎，感谢全世界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咱上较有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，上届受欢迎节目为山为水为林龙来讲台语世界通，我是咱大家好厝边蹦恰恰我本人，这位就是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林龙，去互难关变英雄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来，今天两位来宾要用台语来自我介绍。Lady first, this is speak English. Thank you. 大家好，我是李良锦，我即马伫咧友台咧搬8点档。到底是金还是金？金老师，金李李良金嘿金李良金。最近有咧搬戏？有伫咧友台搬炮仔声。有啦。我伫咧五家大姊。我从细汉看到大汉诶，唔通安尼。要碰着同款。印象中种搬歹较济吼。歹的啊，较赤的啊。是安那是你的外形吗？还是安怎？大家？因为就是天公伯啊，阮趁咧生较水的查某囡仔。我咧真正足怨叹。不过我妈妈拢安怎？你妈妈安怎？歹查某出来，歹查某。其实因为我是为一个临时演员开始搬戏的。哇！啊，因为我较早拢就是拢搬一寡较善良的，啊，较善良就是讲话，其实较善良的人较无表演的空间，所以逐遍搬好人，其实拢无人会注意到我，啊，戏拢是平平，拢袂开。好。嘿，啊，那我搬歹人的时阵，有当时一个讲话。哇！眼神吼，眼神的太人。嘿，就是一寡眼神的变化，啊，佮有假好人啊，啊，搬歹戏咁骂啊，有当时啊，虽然讲足忝的，也毋过搬歹人戏较济，啊，观众嘛会较看到你，啊，嘛会较少业种，是安怎？因为你搬愈歹，观众一直甲你骂，一直甲你骂，啊，一直甲你骂，你就少业种。对。捌有人迄个搬歹人搬到水鸡咯，人会牵迄个头毛豆的。我搬歹人，我去。迄自助餐买我去自助餐要食中昼的时阵，头家娘，你也欠哦，你毋是拢食迄落？无，伊自助餐是巴菲的艺术啦。巴菲自助餐。我去一般传统的自助餐要中昼的时阵。啊，你著爱小可暗呢。无想遐济啊，因为我想讲搬戏，我想讲观众朋友大家拢是真开化，真明理。结果我去买物件的时阵，头家娘无爱卖我。伊无爱卖我，我著物件已经硬好啊，我要结束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，啊，你是毋是咧搬什么电视台？迄个什么人？迄个歹人？你毋通搬啊遐尔啊歹啦！迄人也无迪士尼，啊，想到要抢人红伞。啊，你看起来生啊水，想讲你身高那十几，你想怎要家己吼？你若爱查甫人，家己认真去交一个，你生甲安尼嘛是会看口的。妈，你凊彩抢别人的查甫人，安尼无好，莫做小三啦。我这顿吼无爱卖你啊！你爱食，你去别位食啦。真正互赶过。拍破。哇！真正互赶过。迄观众伤入戏啦。对啊。对。有时讲做戏讲看戏讲，毋是讲骂你讲啦，就是讲你入剧情，你感觉哦，你有够歹，你有够歹，像迄个上港大哥，
对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但么为伊跟咱罗马的，其实伊个性就像。个性就较海派。是，所以即摆互你一个，互阮观众一个福利好唔好？嘿你过美两个好唔好？慢慢，不然美音两个，美音两个哦美少阮看嘛。阮两个即摆是姊妹仔花安尼吼。诶，恁两个点点在伊的啊。阮点点吼。恁两个当做你也做恁查某囝好啊啦。阮查某囝妈啊，妈，嘿，安好，看你安怎骂。较闪的啦，点样定地啊，定地毋是定地。定地。诶，恁两个搁好意思喊我一声阿母样啊？恁两个看起来比我搁较老啦。我先讲哦，生恁两个，也毋过你看我身材腰酸内仆，尻川顶扣扣，搁叫我洗衫洗搁嘛无问题啦。你啦，今年20岁啊，你看，徛起来，互大家看卖啊！嘿嘿，这什么身材啦？要胸坎无胸坎，要尻川无尻川啦！啊，瘦敢若薄板的，我是无买物件请你，我是无买物件互你食是无？有啦。啊，你来拢歹食，你想食伊倒位去？食伊大只遐去啦！瘦到薄板咯，人看起来较刻薄，你知影无？你拢凹落去啊，食较济啦，济落啦！好啦，诶，朋友啊，这真正临时的哦，临时的这段，你家己话来就来，你来看嘛，好厉害。哇，其实你本性毋是安尼啦，吼。我本性我本性足文静的，无啥咱问正经的，有三部朋友有，在做啥物的？伊是一个歌手哦兼演员。报纸有公开过无？有啊，有公开过啊，所以我才敢讲啊。不要跟他讲啊，像啊。哦，的张喂，风哦，张丰琪哦，张风奇安尼讲啊，哦，张开因后生啦。对对张丰琪有拍过迄个拍棒球的电影嘛？对，哦最优秀的啦，这囡仔伊嘛是创作歌手。这个仔真好啦，但是你伊的屁股怪怪的，我就知。知影我咧讲啥吼？伊较早食较油。唔通安尼讲啦，即摆食较正啦。食较甜啦，伊进前是食较甜啦。哎，即摆我食较粗啦。你也袂访问的啦，我你用对。咱的代志还未讲出来啦。恭喜啦！啊，若有要安怎再甲我讲者？好，不要闹。要结婚啦！这放贴下来，我再教你贴安怎印。哦，等下免教啦。安尼碰过你爱记，你爱叫伊连讲哦，迄个时阵，阮若是要透手指的时阵啊，但是那个套手指的、挂手指的、套手指的，叫伊的迄手指头啊，毋通安尼，迄叫做压落底啦。对啊，啊，我要甲压落底，啊，你暗时啊我甲压落你底。动蹦，你就鞋甲头喺顶悬，就叫我甲你教。啊，你毋通甲教，你教讲几好。好，你叫莫看这集，吼。好，这集播出，我袂甲讲，我袂甲讲。嘿啦，迄我内行的你个，我就是较大鞋拢用塌掉的。看过迄叫吼，我会贴你的，甲你管甲头咧咧，安尼。我我会贴你的，甲你管甲头咧咧。好，多谢老师。今仔节目拢无要创啥，今日干要访问的。哎，碰哥，哎，日本话介绍我家己啊。啥物？日本话。你要用日本话介绍你家己，我无意見啊。請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私は小印です。哎，台湾の俳優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哎，哇，哎呦，台湾有什麼？俳優就是演員啦。所以台語家己翻一下吼。是好是，好，啊，過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影。小影的發音的親像迄小影當中影轉大影的小影的發音的。所以咧，大家講小影哦，小影的國語的是小影，但是咧台語的有另外一款的意思哦，是小浪的意思。大家好，哦，希望咧今年咧，伫咧台語局我有服務的機會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教我指教，多力。你都有聽老師咧彈一條歌無？你一世人都紅一條呢。不要緊啊，不要緊啊。你做一個樂團叫葉啊吧，對吧？是葉啊，電動大家隊。還有第二無？因為我思想真奇怪，我想愛寫無共的歌。啊？想要寫無共的歌。我無想要寫情歌，我無愛寫口調的
欢喜的我拢无爱写，我想要写有思想的歌。哎呦，哦，交别人无共款。最近有写有思想的歌无？有啊，但是新的唔捌发表。有的。唱两歌听看觅。启齿，难以启齿。诚实，不能诚实。你行到最头前诶，有你故事是啊，真正行到最头前就是诶。 hip hop 啊，念歌啊。你头前继续，对就好听呢。是哦。我跟你讲哦，那彩华姐哦，就介意这条歌哦。彩花节袂准。启齿，难以启齿，诚实，不能诚实。你这咪抄，这是我的歌。你的歌敢两句尔？不是啊，有足多话伫咧主歌部分啦，但是副歌就爱大家记，就是安尼啊，就是足简单的。亲像诶，之前有一条歌，国家5块，国家5块，你有听过吧？5块钱，5块钱，只要5块钱，安尼，拢是安尼，就是这个 hook， 甲大家记的。基本上你的歌拢无旋律了，对吧？是，爱听就爱听，无爱听我宣传嘛无好。啊，不过就洗脑诶，伊诶。是，就是小洗脑，小洗脑，就是记，就是真清楚。对。做一个做有思想的歌手，甲一个做有思想的创作者，啊，大家拢足好听的，啊，大家足爱听，啊，唔知咧唱啥。对，你个鬼哦，入你的脑。啊，你听到这歌就开始思考。我想要写有鬼的歌哦，互大家。有鬼的歌。有鬼的歌。就是好像想要洗脑的。啊，就简单啊，所有鬼拢写入去啊，泰国鬼咧，垃圾鬼咧。不是伊唔是讲白，唔是讲清楚的鬼，就是这个歌有鬼。做艺术啦，中毒啦，是中毒，是。做艺术。你感觉咧吼？我会理解伊的。理解，对，我想要写足奇怪的歌，就是你感觉足奇怪，啊，毋过你佫足爱，你佫足爱听，你你讲最流行这种的哦。你真正是伊歌迷呢？我唔是哦，知心的，我唔是知心，你不是真心的？知心足赞的，但是我有台词的时阵啊，我会当念啊，我会当记。对，你为海角七号了几个大拢。是啊，我即摆我有记的啊。头家娘，我朋友拄帮我报名，要伫活动中心表演拍鼓，你敢会看我的表演？我即摆。哦，这是台词。台词，即摆就对。你无台词袂晓讲。你也很了解是安怎？我都了解啊，你就了解，你真到位呢。等下，你是不是有一种爱情的感觉？对啦。哎，你是有来电。对啦，这个你真清楚啊，我拢听有呢。感谢。你都就了解啊。汪人哦，你个第二啊。大家台语的程度啥款？一个8点档演员，一个电影演员，一个家己会写歌。紧张。我即摆讲成语，你会甲翻出来。哦，这就难呢。用台语喊出来。相对应的迄个意思来出来吼。哦。来，老师甲我考去。我说一石二鸟啊。我讲一兼二顾，蒙拉兼西。水。哇！我说恼羞成怒。我讲见小灯生气。水，上简单的嘛。来，我说好心没好报啊。我讲见小灯生气。好心没好报。哦，好心互雷精啊。我感觉你乱。你怪哦，你今天是？不是，因为第二伊比较久啊，我伤紧啊，伊个思想哦，就是安尼黑白乱飞，我可以传染啊。传染。我说赞不绝口啊！我讲好。你嘛拜托，你嘛讲一句啊，迄个安怎者？好，你要求好，你有够。我读字，我做效果啊。哦，好，我说赞不绝口啊。学了该读字，唔是读字，读字，学了该读字。老师，答字。你若答字袂晓答吼，入声你就讲耳朵该徛起来，安尼啦，意思嘛差不多。我说赞不绝口啊。我说耳朵该徛起来。耳朵该徛起来。我说不相上下。我讲久笑比无尾。啊？
不相上下啊，两个差不多啊，啊，我的讲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久笑比无尾，对啊，你的规矩讲好完全啊！规矩是啥物？久笑比无尾，比笑骨头短短。比笑骨头短短。安尼会使对，安尼会过的对嘛，啦。搁一个，我说不相上下，我讲久笑比无尾，头古笑比无尾，比笑骨头咧头短短。就困难，我怕教嘅。你拍架啦，我拍架。一边都会拍架。哇，无应该离你这，无应该离伤我。敢讲你冇爱情，你敢讲吗？我说胆大包天呐，我讲好咧大大，我咧大大，今天你两拢怪怪，那有，胆大甲天就大。包天，哦，你甲天就大，对啊，我说胆大包天呐，你甲天就大，所以，来哦，我说打铁趁热，打铁趁热，我讲加米粉来探烧。碎，我说死不瞑目，死嘛唔愿客，西北，死目唔愿客，碎，死目唔愿客。这简单啦哈。我说一目了然呐，我是杜干良看戏，杜干良看戏，哦，杜干良看戏。杜干良看戏，啊，杜关良甲就你目睭尔，哦，所以就你目睭拢看完全啊。你坦白讲，你是偷看大半还是家己想？家己想的，我想你是老师哦，你就做。无是我就抓。哦，杜干良看 AV 嘛有可以嘛？喂，个人这是公共电视台呢，不安尼。有标准的电视台，嘿，听 audio 加 video。对啦，艺术啥咧？跳到皮。老师在杜干演良看讲看出戏，袂歹。当讲看出。系啊，你这人安怎看出啊？你即摆是甲伊什么关系？你个？不是啊，我是讲一目了然啊。我讲看出来了一目了然。看出这是看破骹手迄种意思，这较无共。哦，看出是看破骹手意思，安尼要安怎讲？你拄则讲啥我听杜干良看戏啊。杜干。一目看戏。哦，干流。杜干。独眼龙啊，杜干良。啊，伊发音是对的哦。对啊，杜干良。真的吗？干。好，你两个温暖，咱来拍。我说一搭一唱啊。我讲当机含倒头。单机倒头啊，西公啊，上杯，上头迄两个吼，迄种思想的人，哦，咧目睭牵电线咧牵做伙安尼，嘿，伊讲的拢听有，咱听。好笑，我是当机，我讲小英含。你倒头这条困难哦。哎呦，我说尸位素餐呐。我知你知，CD 定店，什么意思啊？讲几针的，啊你搁无爱做代志，好厉害。哎呦，破船顶港口嘛，共款种意思。破船对啦，你说破船顶港口，啊你无要使，搁叫人顶踮伫遐，害人拢无法度出入啊。降蝶塞卡唔放晒。黑马屋，无啦，咱台语就是最传统、最生活有的。迄是华语吧？当然歹势台语安尼直翻咧。这有问题吼。什么问题？你站伫便所无放晒，我想讲去便所一定要放晒啊！我袂晓去内底创造呢。啊，我伫咧来外口等啊，最辛苦啊。各位，你不要去北京吼。那你卖讲本所才是。我说目中无人呐。目睭生伫头壳顶。目睭生伫头壳顶，所以会使啦吼。会使啦，嘛咱讲唔正狗，搁惊瘫痪。哇！唔正狗惊瘫痪，正狗搁惊瘫痪。我这股怕的感觉，唔加狗。我说未雨绸缪。我想过天好爱春好来娘。差不多要话，意思要话。哎呦。好天着春好来娘，好天着吉好来娘，拢会使。吉好来娘，好天吉好来娘，未雨绸缪嘛。我说人多嘴杂。我讲人多话就多。我三些人讲说话。人多嘴杂应该讲十嘴高卡多。啊，伊讲的嘛对啊。我讲是较白啦。人多话就多，三四人讲50话啊。我说唇亡齿寒呐。我讲的高 CD 哥嘛无命。高 CD，看我是韩文高高嘛无命，这是为西游记来的啦。伊伫北界吼，做爱教孙悟空陷害，不过你讲这只狗害死吼，
那拄妖魔鬼怪你就无法度啊，所以搞戏高兴。猪哥嘛无嘛无无名是哦。你家己想的还是看答案？我怪怪想到，这就是你就做，唔敢。来这头，你烦恼啥？我说指鹿为马。我讲，看到路就讲迄是马，吉林路。麒麟咯，你是忽略倒一句啊？指鹿为马，意思是讲硬酸过的意思嘛，所以另外看到乌影就开枪。另外一种讲法就是，老师，白布你甲乌啦，啊是讲吼，无食乌豆鸡放乌豆屎安尼啦，哇哟！安弄硬硬冰硬拗啊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你就明明你就是老我现在讲到尾啊，特别甲你陷害，定硬都硬要甲你拗过安尼。这对你后摆演戏有帮助。有帮助。我说贵远见近，啊，金庙去神，金庙去神。金庙去神，哦金庙起神，这你也知？有听是啊，我就抓，你无看剧本，无你就抓。是，卖来这头，我说恶人先告状。我讲，怕人怕救人。是，我说误打误撞啊。都有这青梅看电影，切，看电影。撞车没看电影。怪无怪哦。对，伊根本就看无我。想者，我想者，我想者。怪唔着条鱼啊！会唔对去？ OK， 青梅鸟啊，夹着死鸟刺，对啦。想到啊？想到，哦，你背剧本果然厉害。够厉害！高呀！启齿难以启齿，钦佩的，真钦佩。真的不能诚实。就查我有下当就查。其实是啊，先人拍鼓有时错，后壁句。不要有卡声，不要有卡声。有不同下一没了，会卡针啊！伊个等底厉害啦，先人拍鼓有时错。上家呢？小人无，哎，我今日上欢喜。是啦，我爱我听。今日啊，这节目开搁遮久啊，毋捌看这款情形。除了听着老电话以外，毋捌安尼呢。对啊。你头一个，人吼，一世人吼，就是咧等这个机会。有啦，你笑起来有先老德话啦。有啦。笑起来有先啦。你讲就对啦。你讲了好。江湖中恶名昭彰、使人惊吓的大片坑抢匪三兄弟，今日来到金善节银行，准备要抢劫，代志安怎发生咧？咱继续甲看落去。小夏，你要办什么代志？王丽啊，啥？你在跟我讲话哦？讲较大声的啦！你要办什么代志啦？哦，我要领钱。哦，领钱，安尼你的囡仔互我。哎呦，啥？我听无？你的囡仔互我。囡仔，你个差不多好无？我身材遮尔窈窕的，我是倒位生的囡仔，你是倒你个目睭看我通啊？无啦，小姐，你莫误会啊！我意思是讲吼，你看，囡仔互我，嘿。哦，喂，是要偌久啦？囡仔，你拢听无？即马已经3:26啦，我要赶3点半，拜托恁较紧的好无？啊，莫先让我好无啦？先让我啦！你咧赶时间，啊，我囡仔咧赶出事咧。3点半算啥物啊？我已经3载啊。真的假啊？我笑个边啊！来走！这是抢劫！阿妹咧抢劫，啊，讲话较斯文的。哦，借钱。好，麦当借钱。念。哎，来，多少钱？大家莫紧张吼，阮是来借淡薄仔钱尔吼。即马所有人手牙关伫倒边摆一摆，手牙关。手给他管。来，
什么手？我无手呢，我唔是查甫啦，我无手，我无好手。我知影你是查某无手啊，但是伊讲的是手，抓手，拢总抓枪。抓关了啊！小姐，哈？哇，你手按会讲遐大声？无啊，我影啊。哦，大爱伊甲你叫，无啦，你你起高出来，钱交出来，你竟然要搞丢，钱交出来，搞丢啦！钱交出来，大爱去偷算诶，钱交出来，我马上，我不是。钱交出来，我就无啥物钱啊！嘿嘿。啊，无我问你啦，阮的银行叫啥物名？叫下。银行叫做金善家就是讲嘛，啊，就是金善家，阮银行就无钱啊。好来，互恁啦，这全拢互恁啦。喂，啊？规间银行敢若一个猪仔囝，内底的钱少到我讲看袂到的，会安尼？这是阮全部的钱啊哦。这是你全部的钱啊！这全部的钱，我去买一包迄个猪肉干来煲拢无够。你这一点仔钱吼，安尼就要互阮抢，安尼你是当作我是痟的啊？你是当作我就是戆的啊？哦，无鱼虾嘛好，这是恁迄个消息无好势，抢一间，哼，我毋捌看银行甲一只刀啊！你看敢若一个我一个柜一个员尔。办事人员啊，对连经理都无，经理伫遐咧坐，啊是安尼，毋免经理看到无钱的，无鱼虾嘛好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甲你的得钱的拢总交出来，啥？得钱的交出来。狗？是，哎呦，不是。我今仔日头来银行办代志，我是倒去炸狗，阮兜迄只狗吼，囥伫咧厝内啦，你敢知带因出来？你咧臭鱼人话，你莫甲伊讲出，警察拢来啊啦！你的得钱的交出来。好伊啦。不过吼，人上值钱吼，就是我的歌声啦。哈，毋是你的心吗？不是，你去路，你去。再来。等下，你咩声啊？不是我的，等下，你唔是食伤饱吗？不是啦，我是有心啦。迄个赶3点半，迄个甲送去啦，吼。我给你啊！老高你啊！你定袂死我的，个抱住你我会欺负小邓啊！啊，你是要说我？你，无唔对，我都是传说中的玫瑰，玫瑰是阮阿姊，我是欧巴丸。迄个啊，哟，啊，底下杀来。我来抢钱，所以叫你抢走去。乌肉丸，你真正是超人满张水。还有第二句俗语，请看。有心了，来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身躯顶上值一个，就是我的歌声呢。Vincero, Vincero。喂，巴肚就疼，是啊，是我的，是我的哦。老盖是你。等下，你是要叫插死啊？我会当等的哦。等下，你唔是食伤饱吗？不是啦，这有心。有心哦。是吧？病，金气。我3点半你送去啦，吼。给你病落呀！老狗你啦！对，我救你。
我就是传说中的魔玫瑰，唔是阮阿姊啊，黑玫瑰。好，我是黑肉丸。哈，兴的啊，哟，甲猪啊杀来。好，嘿嘿。你把等我抢来钱叫你抢走，乌肉丸，伊真正是乌人吃火炭，拍我来，乌人吃火炭，伊这个行为安尼，全部迄个乌食乌的意思嘛，对吧？对。但是这一句才是对。来，感觉草人满脏水的，请举手。哎，你两个。阿妈有讲心啊，心啊，讲心的。小丽来，你跪起头发变黄金嘛。拢也正手。是啊，哎不，无啦，是啊，经这个草人满脏水。这就是你讲啦。草人，伊就是草人，佮满脏水，就是无聊嘛。你著学道啊，佮去学，佮拄着学道啦。哦，是哦，你几平啦？真正无共。我无啥想要教教因啦。是你平啊，你两个过来。你两个来啦。来，所以你平时迄个做乌人吃火炭，就是乌食乌嘛，是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有这简单吗？就这简单。代志有你想的这简单吗？不是乌，这意思叫乌人食巧克力无共，拢加在克里手，无共我。所以袂使食巧克力，爱食爱食火火炭。喂，答问讲得真清楚啊！来，老师请来。对啊，因讲啊做好啊。哎呦，因为啥？草人满脏水哦，草人就是丢草人。啊，脏水是古早时阵的雨衣，话讲雨衫，啊话讲雨满啦。啊，穿雨满就是安较袂压雨。啊，丢草人根本就免惊压雨啊。啊，是安怎丢草人要满脏水？假鬼假怪吗？假鬼假怪对。因为迄残忍吼，咱咧丢草人甲满脏水，啊，鸟会当作遐有人就飞落来食遐丢啊。所以丢草人满脏水就真正是。假鬼假怪，哇，有思想。其实吼，咱知影即摆无共个人种有白人，黄种人，啊，佮有乌人。啊，因为讲做好啊，乌人是乌的，啊，火炭嘛是乌的，所以有时就啥，乌食乌啊，所以变大菜夹小菜，啊，溜肥夹肉菜安尼啦。所以因正下答应该就是乌人食火炭。不要紧啦，嘛是爱容易啦，容易啦，红某共心乌土黄金啦，变黄金啦，是咱甲这对红仔某拍者破口。容易啊，吟诗作文真趣味。根据老师讲，这首叫做传统的囡仔歌，传统囡仔歌，叫做查某囡仔院。对啊，这都有一字，就咱拄有讲到啊。讲说什么丢草人满脏水，有无？有无？满脏水。好，来，这要安怎读呢？咱来有请这个叫做雅老师。啊，那你会惊伊啊？结婚爱芳茶啊，先练，爱徛起来无？先练习。来遮好啦。查某囡仔院，嘿，芳茶请先生，哟，先生无目睭。牙加多加石榴，石榴射家家，满脏水滴大粒，大粒好，炸好，太滴冰滴多。小可唔对啦吼，小英麻烦你来者，你背者，哦，好，请。来，换你念一下，好对不对？查某囡仔用芳茶请先生，先生无目睭，牙加刀加射流，射流射客客，满脏水滴大粒，大粒好食好，太滴并滴多。婆啊，拍婆，差唔正咪，老师对唔对？好抓吼。伊下流会晓讲伊足厉害啊！下流，嘿，你看后壁个加字下流啊，不就算迄设计安尼啊？下流下加加，这什么意思？下流下加加，这有时囡仔歌吼，拢是较创作吼，啊有时
伊是要押韵啊，伊下流下嘛，伊内底用是下加加安尼。了解，所以这咱想咱做囡仔时阵吼，可能唔捌听过，把咱明做一一摆吼，来两位现在手牵手登去。来手牵手哦，手牵手哦。哇，真出门的，佮甲你送到位。送到你家门啊！佮看你坐好好，伊才会转去。这是一个真好的结果啦，吼！各位同学请站起来。好，咱做伙来想咱囡仔时阵来念这首查某囡仔老师请了。嘿。查某囡仔伊芳茶请先生，先生无目睭，夜加刀加下流，下流下加加，满脏水滴大咧，大咧好掠好。台地并地道，所以啦，祝福两队圆满成功吼！感谢大家，后回继续去看《为山为水为林龙》。今仔日的练习就是明仔日的惯势哦，希望的多多的这款的台语的通过，互我练习会当互我台语的power会当增加，感谢。较早我拢会念我的名叫做李良吉，因过我即马知影我的名叫做李良吉，而且我来遮耍会用个专程讲台语，我感觉足欢喜的，啊，佮有底剧会用个耍，而且来遮会当交足侪好朋友，啊，今仔日头佮见识一对新人吼，会好姻缘，我真足欢喜。希望以后定定当有这个时间来遮甲大家佚佗，拜拜。